你知唔知呢個世界上有一種殺人唔見血嘅武器，唔使刀，唔使槍，甚至唔使你行埋身，就可以喺千里之外摧毀一個人嘅一生。呢種武器就係你條脷，唔係嚇你。佛家講嘅口業威力之大，遠遠超過你嘅想象。你以為講句嘢有幾嚴重，頂多得罪人啫。但如果你真係咁諗，今日呢集內容可能會徹底改變你對講嘢呢件事嘅所有認知。我哋先由一個真實嘅歷史故事講起。話說唐朝年間，長安城入面有一位名動一時嘅大詩人，名叫李商隱。佢嘅詩寫得極好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呢啲名句流傳千古，但李商隱一生仕途坎坷，鬱鬱不得志，最後死嗰陣先得46歲。後世好多人都覺得佢命衰，生不逢時。但如果你翻開佢嘅生平仔細睇，你會發現一個驚人嘅事實，佢嘅悲劇某程度上係由一張嘴開始嘅。李商隱年輕嗰陣才華橫溢，得到當時權傾朝野嘅宰相令狐楚賞識。令狐楚唔單止將佢招入門下，仲親自教佢寫文，甚至出錢資助佢考科舉。可以講，令狐楚對李商隱有知遇之恩，恩同再造。後來令狐楚過身，佢個仔令回好繼承父業，同樣權傾一時。李商隱如果識做，應該繼續依附令狐家，仕途自然一帆風順。但問題就出喺呢度，令狐楚死後冇幾耐，李商隱竟然接受咗另一個政敵荊原節度使王茂元嘅招攬，仲娶咗王茂元個女做老婆。呢件事喺當時嘅政治環境入面，等於係公開同令狐家決裂。你話李商隱有冇苦衷？可能有，但佢錯就錯在事後寫咗好多詩，到處同人解釋，話自己唔係忘恩負義，話自己身不由己。呢啲詩流傳開去，傳到令回好耳中。你估令回好點諗？佢覺得李商隱唔單止背叛咗老父，仲要喺詩入面扮委屈、扮可憐，簡直係得了便宜仲賣乖。你睇，李商隱以為自己係喺解釋，係喺澄清，但喺令回喺聽嚟，呢啲解釋就係抱怨，就係推卸責任，就係對恩人嘅二次傷害。佛家講口業最可怕嘅地方就係呢度。你以為你講嘅係真相，係道理，係為自己辯護，但聽嘅人接收到的可能完全係另一回事。你嗰句我都有苦衷，喺對方耳中可能就係你根本唔識體諒我。你嗰句我唔係有心，可能就係你小氣到連無心之失都唔放過。令狐滬自此對李商隱恨之入骨。李商隱後半生屢次考科舉，屢次落第，明明才華蓋世，就係冇人敢用佢。佢寫咗無數封信俾令狐破，低聲下氣求饒，但全部石沉大海。最後佢窮困潦倒，病死喺鄭州。臨死前仲喺度寫詩嘆息自己命運不濟。但你話佢嘅命運真係天注定嘅嗎？定係由佢嗰張嘴，由佢嗰啲自以為聰明嘅解釋同抱怨，一步一步推落去嘅呢？佛說42章經入面有一段話，我每次讀到都覺得背脊發涼。經文話：惡人害賢者，猶仰天而唾，唾不至天，還從己墮。意思係你對住天吐口水，口水唔會飛上天，只會跌落嚟污糟你自己。你講人壞話、抱怨、責怪，表面上係攻擊緊別人，但第一個受傷嘅其實係你自己。因為你每講一句負面嘅說話，你心入面就種落一粒惡嘅種子。呢粒種子唔會消失，佢會喺你心入面生根發芽，慢慢改變你嘅氣場，改變你嘅運勢，最後改變你成個人生。
你可能會問，講句嘢真係有咁嚴重？我每日都講咁多嘢，唔通句句都要計較？佛家嘅答案係句句都要計較，但唔係叫你變成啞巴，而係叫你明白你條脷係一把雙刃劍，用得啱可以救人一命，用錯咗可以燒光你三世積落嚟嘅福報。咩叫燒光三世福報？呢個講法聽落好誇張，但如果你明白因果嘅運作原理，你就會知道一啲都唔誇張。佛家講，我哋每做一件善事就積一個善因，每做一件惡事就種一個惡因。呢啲因唔會即刻結果，佢哋會儲存喺我哋嘅業力銀行入面，等緊適當嘅時機成熟，先至變成果報呈現出嚟。你前世積嘅福報，今生享用緊；你今生積嘅福報，來世先至享用。呢個就係三世嘅意思。但口業有個特別之處，就係佢燒福報燒得特別快。點解？因為講嘢係最容易嘅事。你殺生起碼要動手，你偷嘢起碼要落手，但你要做口業，只需要動一動條脷，甚至唔使出聲，心入面諗幾句都算。正因為太容易，所以大部分人對口業毫無警覺，日講夜講，講到福報燒晒都唔知咩事。地藏菩薩本願經入面講得好清楚，若遇惡口者，說眷屬，鬥斥報。意思係，如果你成日講惡毒嘅說話，你將來嘅果報就係屋企人成日爭吵，家宅不寧。你可能覺得我同朋友傾偈講幾句閒話有咁嚴重，但因果就係咁現實。你今日講人一句是非，聽嘅人可能轉頭又講俾第二個人聽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最後傳返去當事人耳中，引發無窮無盡嘅恩怨。呢啲恩怨糾纏，最後會以各種形式呈現喺你生命入面。可能係你同另一半無端端吵架，可能係你個仔女突然反叛，可能係你老闆無緣無故針對你，你以為係運氣唔好，其實係你當年嗰句閒話嘅果報成熟咗。我識得一個做生意嘅朋友，佢年輕嗰陣口不擇言，成日喺背後講人壞話，尤其中意嘲笑啲做得唔好嘅同行。佢覺得自己講嘅係事實，又唔係無中生有，有咩所謂？結果10幾年後，佢間公司突然間被競爭對手惡意中傷，網上出現大量負面評論，生意一落千丈。佢花咗好多錢請公關公司滅火，都搞唔掂。最後佢同我傾偈嗰陣講，我而家先明白，當年我講人嗰啲嘢，今日全部反晒嚟。呢個就係因果。你發出咩能量，宇宙就會回饋咩能量俾你。你發出嘅係怨恨同詆毀，翻嚟嘅就係怨恨同詆毀。但口業最隱蔽、最危險嘅地方，唔係講人壞話，而係抱怨。你可能覺得抱怨有咩問題？我工作咁辛苦，人工咁低，老闆咁刻薄，我同朋友傾偈呻幾句，抒發下情緒，有咩所謂？錯。佛家講抱怨係最消耗福報嘅行為之一，因為抱怨嘅本質係對現狀嘅不滿，係對因果嘅否定。你今日嘅處境無論好定壞，都係你自己過去種嘅因。今日結嘅果，你抱怨，即係唔接受呢個果，唔接受就等於同因果對抗，同因果對抗就好似同大海對抗。你以為自己好大力，其實只會累死自己。更加嚴重嘅係，你每抱怨一次，就等於喺宇宙入面發出一個信號，我唔滿意呢個果，請俾多啲同樣嘅果我。於是宇宙就真係不斷俾同樣嘅困境你，因為你要學識接受同面對。法句經入面有句話：彼罵我、打我、敗我、劫我，若人懷此念，怨恨不能息。意思係，如果有人鬧你、打你、害你，你心入面一直記住呢件事，充滿怨恨，
咁你嘅怨恨永遠都唔會平息。唯一嘅方法係放下，但放下唔係叫你當咩事都冇發生過，而係叫你唔好再喺口入面、心入面不斷重複呢件事，因為你每重複一次，就等於將自己重新調返去嗰個痛苦嘅場景入面，再受一次傷。我哋成日講言多必失，但大部分人只係將呢句話當成提醒自己要謹慎，而唔明白背後嘅深層原理。其實言多必失唔單止係話你講得多容易講錯嘢，更加係話你講得多就等於你喺宇宙入面發出嘅信號多，信號多，因果回應就多。如果你發出嘅淨係負面信號，咁你收到嘅負面回應就會多到淹沒你。所以佛家講修行，其中一項重要功課就係止語，唔係叫你變成啞巴，而係叫你學識喺開口之前停一停，問自己3個問題：第一，我講呢句嘢係咪真實？第二，我講呢句嘢係咪有必要？第三，我講呢句嘢係咪出於慈悲？如果3個答案都係，你先至開口；如果有一個係唔係，就閂埋把口。呢個就叫做善護口業。你可能會覺得咁樣做人幾辛苦，講句嘢都要諗咁多，但你要明白，你今日覺得辛苦係因為你過去冇守好口業，累積咗太多惡因。而家你開始守，就係喺還債，還清咗，你自然會覺得輕鬆。就好似一個人成日亂食嘢，搞到個胃壞晒，醫生叫佢戒口，佢覺得好辛苦。但如果不戒，個胃只會越嚟越差。戒口係辛苦，但係唯一嘅出路。講到呢度，我諗你心入面可能已經開始有啲感覺，但口業嘅世界遠比你想象嘅更加複雜。除咗惡口、兩舌、妄語、綺語呢4種基本口業之外，仲有好多隱藏得好深嘅習慣，正喺度不知不覺咁消耗緊你嘅福報。上一章講咗口業嘅基本道理同因果運作，今章我會帶你深入探討第一個最危險嘅口業習慣——兩舌。你可能對呢個詞有啲陌生，但佢喺你生活入面出現嘅頻率絕對超乎你想象。咩叫兩舌？簡單嚟講，就係喺甲面前講乙嘅壞話，喺乙面前又講甲嘅壞話，挑撥離間，搬弄是非。呢種行為嘅殺傷力遠遠大過你直接鬧人，因為直接鬧人，起碼對方知你係敵人，會防住你。但兩舌呢？你扮好人，扮中立，扮關心，對方對你毫無防備，你講嘅話佢更加容易信，傷害就更加深。我哋再講一個歷史故事。話說戰國時期，齊國有一位大臣叫周忌，佢個故事你可能讀過。周忌奉齊王納諫，周忌問佢老婆：我同城北徐公邊個靚？老婆話佢靚。佢問佢妾，妾都話佢靚。佢問客人，客人都話佢靚。但當佢真係見到徐公，先發現自己根本唔及人哋靚。於是佢領悟到一個道理：老婆話佢靚係因為偏愛佢，妾話佢靚係因為驚佢，客人話佢靚係因為有求於佢。呢個故事流傳咗2000幾年，人人都讚周忌有自知之明。但你有冇諗過，周忌呢個自知之明背後，其實暴露咗一個更可怕嘅問題？佢老婆、佢妾、佢客人，全部都在講假話。而佢哋點解要講假話？因為佢哋各有目的。老婆想討好老公，妾想保住自己地位，客人想從周忌身上攞到好處。呢啲全部係兩舌嘅變種，為咗自己嘅利益講違心嘅說話，而呢啲說話最終會扭曲整個人際關係嘅真相，令所有人都活喺虛假之中。周忌算係個明白人，最後識得反思，但現實入面大部分人根本唔會反思，佢哋只會不斷重複呢個模式，聽到一啲風言風語，不加求證
就傳俾第二個人，仲要加鹽加醋，為咗令個故事更加精彩，更加能夠凸顯自己嘅消息靈通。你以為你係喺分享資訊，其實你係喺散播毒素。我識得一個女人，佢喺一間大公司做人事部，佢成日同同事食飯嗰陣，無意中透露啲高層嘅八卦。邊個經理同老闆鬧交呀？邊個部門準備裁員呀？邊個同事犯錯被鬧呀？佢講嘅時候永遠扮得好關心。我同你講呢啲係因為我當你係朋友，你要小心啲啊！同事聽到之後，個個人心惶惶，互相猜忌，辦公室氣氛越嚟越差。最後公司搞內部調查，發現大部分流言嘅源頭都係佢。佢被解雇嗰日，仲唔明白自己做錯咗咩？覺得自己只係好心提點大家。呢個就係兩舌最可怕嘅地方。做業者往往唔覺得自己做緊壞事，反而覺得自己好有價值，好多人依賴佢嘅消息。但佢唔知道，每當佢搬弄一次是非，就等於喺人與人之間插咗一把刀。呢啲刀可能一時之間睇唔到傷口，但裂痕已經形成，遲早會爆發。而當爆發嗰陣，所有參與過傳播嘅人，包括最初搬弄嘅人，全部都要承受果報。大智度論入面講，兩舌之人死後墮地獄，受鐵泥耕舌之苦。呢個描述聽落好恐怖，但如果你明白因果嘅原理，就會知道呢個唔係恐嚇，而係自然法則。你生前用條舌頭破壞人哋嘅關係，令到原本和睦嘅人變成仇敵。呢種破壞力會形成一種負面能量，儲存喺你嘅業力入面。當你離開呢個肉身，呢股能量就會化現成相應嘅境界。你會不斷經歷被人誤解、被人背叛、被人離間嘅痛苦，而且係放大咗千百倍嘅痛苦，直到你真正明白兩舌嘅害處，願意懺悔為止。但更加現實嘅問題係，你唔使等到死後先至受報，兩舌嘅果報好多時喺今生就會出現。你可能發現自己成日被人誤解，明明你好心，但對方總係覺得你有惡意。你可能發現自己身邊冇一個真正信得過嘅朋友，因為你自己都唔信人，點會有人信你？你可能發現自己無論去邊度工作，辦公室政治都跟住你，因為你本身就係辦公室政治嘅源頭之一。呢啲全部都係兩舌嘅現世果報。點樣對治兩舌？佛家講嘅方法好簡單，但做起上嚟極難。不觀他過，意思係唔好專注喺別人嘅缺點上。你見到同事犯錯，你嘅第一個反應唔係吓佢又錯，我要同人講，而係佢犯錯係佢嘅因果，我唔需要參與。你聽到朋友講人壞話，你嘅第一個反應唔係哇原來係咁，我聽多啲先，而係呢啲係是非，我唔應該聽，更加唔應該傳。你可能會覺得咁樣做人會唔會太冷漠？朋友同我傾偈我都唔聽，會唔會傷感情？你要明白，真正嘅朋友唔會強迫你聽是非。如果佢真係當你朋友，佢會尊重你，唔想參與是非嘅選擇。如果佢因為你唔聽而疏遠你，咁呢個人本身都唔係真正嘅朋友，疏遠咗反而係好事。而且不觀他過唔代表你變成盲嘅，咩都睇唔到，而係代表你選擇將注意力放喺自己嘅修行上，而唔係放喺點評別人上。你有時間去分析同事點解咁討厭，不如用嗰啲時間去檢視自己有咩缺點需要改。你有精力去傳播朋友嘅八卦，不如用嗰啲精力去幫助真正需要幫助嘅人。呢個就叫做回光返照，將向外追逐嘅目光收返嚟照住自己。講完兩舌，我哋講第二個口，業習慣惡口。惡口就係講粗口、鬧人，用惡毒嘅語言攻擊別人。
呢個相對容易理解，但大部分人對惡口嘅嚴重性仍然估計不足。你可能覺得鬧人幾句有咩所謂，我鬧完就算，對方又唔會少嚿肉。但你要明白，語言係一種能量。當你用惡毒嘅語言攻擊一個人嗰陣，你發出嘅唔單止係聲波，更加係一種負面嘅意念。呢種意念會直接衝擊對方嘅心識，令到對方產生痛苦、憤怒、自卑、絕望等各種負面情緒，而呢啲情緒會形成一種業力連結，將你同對方綁埋一齊。正法念注經入面講，惡口之人，其舌如劍，能斷人善根。意思係你一句惡毒嘅說話，可能會斷送一個人原本善良嘅心。你可能唔信，但你有冇試過因為一句說話而徹底改變對一個人嘅看法？可能係老師一句你真係無藥可救，令你從此討厭讀書；可能係父母一句我點解會生咗你，令你覺得自己唔值得被愛；可能係伴侶一句我後悔同你一齊，令你陷入長期嘅自我懷疑。一句說話嘅威力真的可以大到改變一個人嘅一生。而更加恐怖嘅係，惡口嘅果報往往會以同類型嘅方式返嚟。你鬧人醜，將來可能會被人嘲笑外貌；你鬧人蠢，將來可能會被人質疑能力；你咒人去死，將來你可能會經歷生離死別嘅痛苦。因果就係咁公平，你發出咩就收到咩。我識過一個阿媽，佢成日鬧個仔，你咁蠢，將來一定冇出息。佢以為自己係激將法，想逼個仔努力啲，但個仔聽得多，真係覺得自己蠢，讀書越嚟越冇信心，最後中學都未畢業就輟學。佢輟學之後做咗幾份工都做唔長，因為每次遇到困難，佢腦入面就會響起阿媽嗰句你咁蠢，將來一定冇出息。呢句說話變成咗佢心入面一道永遠都好唔到嘅傷疤，不斷重複播放，不斷消耗佢嘅自信同福報。呢個阿媽後來同我傾偈，講到呢度喊得好犀利。佢話我當初只係想佢醒目啲，點知會害咗佢一世。我同佢講，你嘅出發點可能係好，但你用錯咗方法。激將法只對極少數人有效，對大部分人嚟講，長期嘅負面標籤只會摧毀佢哋嘅自尊。你與其鬧佢蠢，不如讚佢肯嘗試；你與其詛咒佢冇出息，不如鼓勵佢到自己嘅強項。語言嘅力量可以建設，亦都可以毀滅，關鍵在於你點樣用。惡口嘅對治方法，佛家叫做柔軟語，即係講嘢要溫和，要體諒，要令聽嘅人感到舒服同被尊重。呢個唔代表你要虛偽，唔代表你要講假話去討好人，而係代表你即使要指出對方嘅問題，都要用對方能夠接受嘅方式。譬如話你個仔做錯咗功課，與其鬧佢你咁蠢，呢啲都唔識，不如講呢題有啲難度，我哋一齊睇下有咩地方可以改進。同樣係指出錯誤，後者令對方覺得被支持，前者令對方覺得被攻擊，結果完全唔同。前者會令個仔更加抗拒學習，後者會令個仔願意面對困難。呢就係柔軟語嘅力量。但柔軟語最難嘅地方唔係技巧，而係心態。如果你心入面充滿咗憤怒、鄙視、不耐煩，你就算用再溫和嘅字眼，對方都感受得到你嘅惡意。相反，如果你心入面真係充滿慈悲，希望對方好，即使你講嘅話直接咗啲，對方都會感受到你嘅善意。所以收柔軟語根本上係收心。你要先處理好自己嘅情緒，先至能夠講出真正有益於人嘅說話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發現，兩舌同惡口其實都係同一個根源自我。
因為你覺得自己重要，所以你要通過貶低別人嚟提升自己。因為你覺得自己正確，所以你要通過攻擊別人嚟證明自己。如果你可以放低個我，你就唔需要再靠語言嚟保護自己，抬高自己。你會變得安靜，變得謙卑，變得願意聆聽多過願意講。但放低我係一世嘅功課，唔係聽完一集片就可以做到。所以喺你未完全做到之前，最實際嘅方法就係忍。佛家講忍辱，其中一個層面就係忍口。當你想講人壞話嗰陣，忍一忍；當你想鬧人嗰陣，忍一忍；當你想抱怨嗰陣，忍一忍。你唔使忍一世，只要忍到個情緒過咗，你就會發現好多嘢根本唔需要講。有個禪宗公案好發人心醒。話說有位禪師，佢個徒弟成日亂講嘢，做口業。禪師就同佢講：你由今日開始，每日只准講10句說話，講完10句，無論幾重要嘅事都要閂嘴。徒弟覺得好難，但師命難違，只好照做。頭幾日佢發現自己成日講錯嘢，10句話好快就用晒，之後成日要用手勢同人溝通，好唔方便。但過咗幾個星期，佢開始發現原來好多嘢真係唔需要講。以前佢以為自己講嘢係幫人，而家先發現好多時候只係滿足自己把口癮。幾個月後，禪師同佢講：而家你可以講返正常咁多嘢，但你要記住呢幾個月學到嘅嘢。徒弟點頭。由嗰日起，佢雖然講嘢多返，但質量完全唔同。以前佢講10句，可能9句都係廢話，而家佢講10句，起碼有7句係有用嘅、善意嘅、建設性嘅。呢個就係少說話、說好話嘅修行。講到呢度，我諗你對兩舌同惡口已經有咗比較深嘅理解，但口業嘅世界仲未完。下一章我會帶你探討第3個同第4個危險習慣：妄語同綺語。呢兩種口業喺現代社會入面簡直氾濫成災，尤其係社交媒體時代，幾乎人人都喺度造業而不自知。你準備好深入去睇未？好，我哋繼續。上一章講咗兩舌同惡口，今章我哋要深入探討第3個同第4個口業習慣：妄語同綺語。呢兩種口業喺現代社會入面簡直係無處不在，尤其係社交媒體興起之後，幾乎人人都喺度造業而不自知。你可能會覺得我平時又唔係講大話嘅人，妄語同我無關，但如果你真係咁諗，可能就要小心咗。先講妄語。妄語嘅定義唔單止係講大話、呃人，更加包括所有唔真實嘅說話。呢個範圍好廣，廣到你可能完全冇意識到自己成日喺度做妄語。譬如話，你喺朋友圈鋪一張相，加咗好多濾鏡，皮膚磨到白，滑過雞蛋，然後配句文案：今日素顏出街。呢個係咪妄語？係，因為你呈現俾人睇嘅唔係真實嘅你，而係一個虛構嘅形象。你可能會話咁小氣，鋪張相都要計較，但你要明白，每一個虛假嘅呈現都係喺強化你對虛假嘅依賴，都係喺消耗你嘅真實嘅能量。楞嚴經入面講得好清楚，妄語為諸罪之本。意思係妄語係一切惡業嘅根本。點解？因為一旦你習慣咗講假話，你就會習慣咗用虛假嘅方式去面對整個世界。你會開始覺得真實唔重要，效果先重要；真相唔重要，人哋點睇你先重要。呢種心態蔓延開去，就會影響你做人嘅每一個層面。你會為咗利益而呃人，為咗面子而吹噓，為咗逃避責任而推卸，為咗討好別人而虛偽，到最後你會變成一個連自己都不認識嘅人。我識過一個做網紅嘅後生仔，佢喺網上塑造咗一個勵志創業家嘅人設，
佢成日鋪自己點樣由零開始，靠努力買到第一層樓、第一架車，仲要教粉絲點樣成功。但真實嘅情況係，佢間公司蝕到橋，層樓係老豆俾首期，架車係租翻嚟辦嘅。佢以為自己只係包裝，係營銷策略，唔算講大話。但漸漸地，佢發現自己開始分唔清邊個係真實嘅自己，邊個係網上嗰個虛構人物。佢同朋友傾偈都會不自覺咁講啲誇大嘅嘢，因為佢已經習慣咗表演。最後佢女朋友同佢分手，原因係我覺得我從來都冇認識過真正嘅你。佢先至驚覺自己為咗一個虛假嘅人設，賠咗最真實嘅感情。呢個就係網語嘅隱性代價。你可能一時之間得到咗你想要嘅東西，關注、讚賞、利益，但長遠嚟講，你失去嘅係自己。佛家講自性，即係你本來清淨嘅面目。網語就好似一層又一層嘅化妝品，將你嘅自性遮蓋住。化妝品愈厚，你越唔認得自己，別人更加唔認得你。到最後，你會變成一個孤獨嘅人，因為冇人真正認識你，包括你自己。但網語最危險嘅地方，唔係對自己嘅傷害，而係對整個社會嘅污染。你諗下，如果一個社會入面，人人都習慣講假話，會變成點？老師講假知識，醫生講假診斷，官員講假數據，商人講假廣告，到最後，冇人再信任何人，社會嘅信任基礎完全崩潰。呢種情況喺歷史上出現過無數次，每一次都伴隨住巨大嘅災難。所以佛家將網語列為五戒之一，因為佢明白一個人講假話，影響嘅唔單止係自己，而係整個世界。你可能會問，咁我哋係咪完全唔可以講任何善意嘅謊言？譬如話，一個癌症病人問你，佢仲有幾耐命，你應該講真話定假話？呢個係一個好經典嘅倫理難題。佛家嘅答案係：真話唔一定殘忍，假話唔一定善意，關鍵在於你嘅動機同方式。如果你講真話係為咗令對方更加痛苦，咁即使係真話都係惡口。如果你講假話係純粹為咗保護對方嘅情緒，而冇任何自私嘅目的，咁呢個假話嘅業力相對較輕。但即使係咁，佛家都建議盡量避免講假話，而係學習用不傷害嘅真話去溝通。咩叫不傷害嘅真話？即係你講嘅係事實，但你選擇用一種對方能夠接受嘅方式去表達。譬如話，你唔使直接同個病人講你仲有3個月命，你可以講醫生話情況有啲複雜，但我哋會一齊面對，盡力而為。呢句係真話，但冇咁殘忍，而且保留咗希望。呢個需要智慧，需要對人心有深入嘅理解。但呢正正就係修行嘅意義，將自己鍛煉成一個能夠用真實去利益他人嘅人，而唔係一個用虛假去逃避困難嘅人。講完網語，我哋講綺語。綺語係咩？簡單嚟講，就係無意義嘅廢話、閒聊、八卦、吹水。呢種口業喺現代社會入面，簡直係泛濫成災。你打開電視，90%節目都係綺語；你打開手機，90%內容都係綺語；你同人食飯傾偈，90%對話都係綺語。你可能會覺得傾偈吹水有咩問題？人係群居動物，需要社交，需要放鬆。但如果你仔細觀察，就會發現綺語嘅危害遠比你想象中大。首先，綺語最浪費嘅係時間。你一生有幾多時間？假設你活到80歲，扣除睡眠、工作、食飯、交通，你真正可以自由運用嘅時間可能唔夠10年。而呢10年入面，你花咗幾多喺無意義嘅閒聊上？
喺微信群入面鬥圖，喺網上同人爭論，喺飯局入面吹水講是非，呢啲時間加埋，可能已經用晒你人生大部分嘅精華。而更加嚴重嘅係，綺語唔單止浪費時間，仲會污染你嘅心識。大寶積經入面講，綺語之人，其心散亂，難入正定。意思係成日講廢話嘅人，心會變得散亂，冇辦法集中精神，更加唔使話入定修行。你可能有同感，當你成日同人吹水之後，你會覺得個腦好攰，但係又唔知攰咩，總之就係好虛耗。呢個就係因為綺語令到你嘅心識不斷喺外面飄蕩，冇辦法收返嚟，心收唔返嚟，你就冇辦法深入思考，冇辦法真正感受當下，冇辦法體會生命入面最細微、最美好嘅事物。我識過一個退休嘅阿伯，佢每日嘅生活就係喺公園同班老友吹水，由朝吹到晚，吹完之後返屋企，覺得好空虛，但又唔知做咩好，於是第二日又去吹。幾年之後，佢發現自己記性越嚟越差，反應越嚟越慢，成個人變得好浮。佢個仔帶佢去睇醫生，醫生話佢嘅大腦活躍度低過同齡人好多，建議佢多啲靜態活動，譬如閱讀、冥想、寫字。佢開始減少吹水，每日留1個鐘頭俾自己靜靜地坐喺度，咩都唔做。幾個月之後，佢話自己個腦清晰咗好多，而且開始感受到一種以前從未感受過嘅平靜。呢個就係綺語嘅隱性代價。你可能唔覺得自己有咩問題，因為周圍所有人都係咁，但所有人都係咁，唔代表咁係啱。如果你願意走出呢個集體無意識，你會發現原來靜默可以帶嚟咁多嘅禮物。你會開始聽到鳥叫，聞到花香，感受到陽光嘅溫度。呢啲細微嘅美好，以前全部都被你嘅廢話掩蓋咗。而且綺語仲有一個更加危險嘅副作用，佢會令你變得膚淺。當你習慣咗用簡單、表面、娛樂性嘅語言去溝通，你嘅思維就會變得簡單、表面、娛樂化。你會失去深入思考嘅能力，失去表達複雜情感嘅能力，失去同人建立真正連結嘅能力。你會變成一個只識得講爛劇、只識得講八卦、只識得講廢話嘅人。而更加悲哀嘅係，你可能會覺得自己好受歡迎，因為周圍人都中意同你傾偈。但呢種受歡迎係虛假嘅，因為冇人真正認識你，包括你自己。對治綺語嘅方法，佛家叫做靜語。靜語即係講有意義嘅說話，講真實嘅說話，講善意嘅說話，講適當時機嘅說話。呢個聽落好簡單，但做起上嚟極難，因為我哋已經習慣咗用廢話去填滿所有嘅空間。一旦安靜落嚟，就會覺得好唔自在。但呢種唔自在，正正就係你需要面對嘅功課。你要學識同自己相處，學識享受靜默，學識喺安靜入面找到自己。有個禪修中心嘅導師同我講過一個練習方法，每日揀1個鐘頭，完全唔講嘢，無論幾想講都忍得住。一開始會好難受，尤其係當有人問你問題嗰陣，你會覺得唔回答好冇禮貌，但慢慢你會發現好多問題其實唔需要回答，好多對話其實唔需要發生。你會開始觀察到自己講嘢嘅衝動係由咩嚟，有時係因為緊張，有時係因為想討好人，有時係因為唔想面對安靜。當你見到呢啲衝動，你就開始對自己嘅口業有咗覺察。而覺察就係改變嘅開始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已經發現妄語同綺語其實都係同一個根源。我哋對真實嘅恐懼，我哋怕真實嘅自己唔夠好，所以要用妄語去包裝。我哋怕真實嘅安靜太難受，
所以要用耳語去填滿。但如果我哋可以勇敢啲去面對真實，去接受真實，甚至去擁抱真實，我哋就唔需要再靠虛假嚟生存。佛家講真如，即係萬法嘅真實面目。你嘅真如就係你本來清淨圓滿，唔需要任何包裝嘅自己。當你開始減少妄語同耳語，你就會慢慢接近呢個真如。你會發現原來唔使扮，唔使吹，唔使討好任何人，你都可以活得好好。而且當你開始真實，你周圍嘅人都會開始真實。你會吸引真正欣賞你真實面目嘅人，而唔係只欣賞你表演嘅人。呢種關係先至係真正嘅關係。但真實需要勇氣，尤其係喺呢個虛假當道嘅時代，你可能會發現，當你開始講真話，周圍嘅人會覺得你怪，覺得你難相處，甚至覺得你唔識做人。但你要記住，真正嘅修行人從來唔係為咗討好人而修行，你係為咗自己嘅解脫，為咗自己嘅清淨，為咗自己嘅真如。如果因為你講真話而疏遠咗啲人，咁呢啲人本來都唔係你應該留喺身邊嘅人。講完妄語同耳語，我哋已經覆蓋咗4種基本口業：兩舌、惡口、妄語、耳語。但仲有一種更加隱蔽、更加普遍、更加難以察覺嘅口業習慣，正喺度消耗緊你嘅福報。呢種習慣我哋留到下一章先講，佢嘅名字叫做抱怨。今章我哋要深入探討第5個，亦係最隱蔽、最普遍嘅口業習慣——抱怨。你可能會覺得抱怨有咩問題？我工作咁辛苦，人工咁低，老闆咁刻薄，我同朋友傾偈呻幾句，抒發下情緒，有咩所謂？但如果你真係咁諗，呢一章可能會徹底顛覆你對抱怨嘅認知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咩叫抱怨。抱怨唔單止係鬧人、發牢騷，更加包括所有帶住負面情緒嘅陳述。即係話，即使你用好平靜嘅語氣講呢個世界真係好唔公平，都係抱怨。因為你嘅心識入面充滿咗對現狀嘅不滿，對因果嘅抗拒，對自己命運嘅否定。呢種負面能量會通過你嘅語言散發出嚟，污染你自己，亦都污染周圍嘅人。法句經入面有句話講得好透徹：鄙罵我、打我、敗我、劫我，若人懷此念，怨恨不能息。意思係，如果有人鬧你、打你、害你，你心入面一直記住呢件事，充滿怨恨，咁你嘅怨恨永遠都唔會平息。唯一嘅方法係放下，但放下唔係叫你當咩事都冇發生過，而係叫你唔好再喺口入面、心入面不斷重複呢件事，因為你每重複一次，就等於將自己重新丟返去嗰個痛苦嘅場景入面，再受一次傷。你可能會問，我唔講出嚟，點抒發？壓抑會唔會更加傷身？呢個係一個好常見嘅誤解。佛家從來唔主張壓抑，但亦都唔主張發洩。佛家主張嘅係轉化，將負面嘅情緒轉化成正面嘅力量。點轉？關鍵在於你嘅觀點。同樣一件不如意嘅事，你可以選擇用受害者嘅角度去睇，覺得全世界都對唔住你；你亦都可以選擇用學習者嘅角度去睇，覺得呢件事係嚟教識你啲咩。前者會令你陷入無止境嘅抱怨，後者會令你成長。而決定你用邊個角度嘅，就係你嘅口業。你點樣描述呢件事，就會強化你點樣感受呢件事。我識過一個女人，佢結婚10年，老公出軌，最後離婚。呢件事對佢打擊極大。佢成日同人講，我當年為咗佢放棄咗自己嘅事業，點知佢咁對我。男人真係冇一個好嘢。佢講咗10年，講到所有朋友都怕咗佢，
講到個仔都唔想同佢傾偈。10年後，佢先發現自己仍然困喺嗰個離婚嘅陰影入面，完全冇辦法開始新生活。佢以為自己係喺分享經歷，其實係喺不斷重播痛苦。後來佢接觸到佛法，開始學習止語。每當佢想同人講前夫嘅壞話嗰陣，就提醒自己停一停。一開始好難，因為抱怨已經變成咗佢嘅習慣，甚至係佢嘅身份認同。如果唔抱怨，佢唔知自己係邊個。但慢慢佢發現，當佢減少抱怨，個心開始輕咗。佢開始有精力去學畫畫，開始識到新朋友，開始發現原來世界仲有好多美好嘅嘢。3年之後，佢開咗個人畫展，主題就叫重生。佢話：我而家先明白，過去嗰10年，我唔係被前夫困住，而係被自己條舌頭困住。呢個就係抱怨嘅真正危害。佢唔單止消耗你嘅福報，更加會創造一個負面嘅現實。點解？因為你講咩你就信咩，你信咩你就創造咩。當你不斷抱怨我命苦，冇人愛我，世界對我不公，你嘅潛意識就會不斷去證據嚟支持呢啲信念。你會變得對負面嘅事特別敏感，對正面嘅事視而不見。最後你嘅世界真係會變成你所抱怨嘅咁充滿苦難，充滿不公，充滿孤獨。呢個就係佛家講嘅唯識所變。你嘅世界係由你嘅心識所變現出嚟。你心入面充滿咗咩？你嘅世界就充滿咗咩？抱怨嘅人心入面充滿咗怨恨，所以佢哋嘅世界就充滿咗怨恨。即使客觀環境改變咗，佢哋都會揾到新嘅嘢嚟抱怨，因為佢哋嘅心識已經習慣咗抱怨嘅模式。地藏菩薩本願經入面講：若遇惡口者，說眷屬鬥赤報；若遇兩舌者，說無舌瘡口報；若遇妄語者，說舌爛口臭報。呢啲果報聽落好恐怖，但如果你明白因果嘅原理，就會知道佢哋唔係恐嚇，而係自然法則。你成日用條舌頭散播負面能量，你條舌頭就會成為你痛苦嘅來源。你可能會經常喉嚨痛、口腔潰瘍、牙齒問題，甚至將來可能會有更加嚴重嘅疾病。呢啲全部都係身體對你嘅警告。你條舌頭用錯咗，請修正。但抱怨嘅果報唔單止係身體上，更加係人際關係上。你會發現抱怨嘅人，周圍嘅人越嚟越少，唔係因為人哋唔同情佢，而係因為人哋唔想被佢嘅負面能量污染。你同佢傾完偈，覺得好攰、好 down， 好想遠離佢。呢個就係能量嘅傳染。抱怨嘅人就好似一個情緒黑洞，不斷吸取周圍嘅正能量，但係又唔斷噴出負能量。長遠嚟講，冇人受得住。你可能會問：咁如果我真係遇到好唔公平嘅事，我應該點做？我唔可以講，唔通我要啞忍？佛家嘅答案係：你可以講，但係要用正確嘅方式講。咩叫正確嘅方式？就係講嘅時候，你嘅心入面冇怨恨，只有希望改善嘅願望。譬如話，你個老闆刻薄，你同佢傾嘅時候，與其講你成日鬧我，你唔公平，我唔服，不如講我希望能夠更加了解你對我嘅期望，咁我可以做得更好。同樣係指出問題，但前者充滿咗攻擊同抱怨，後者充滿咗建設同尊重，結果完全唔同。前者會引發對抗，後者會引發合作。呢個就係正語嘅力量，將抱怨轉化成請求，將指責轉化成溝通。更加重要嘅係，你要學識感恩。感恩係對治抱怨最強大嘅武器。當你開始感恩，你就冇辦法同時抱怨，因為感恩嘅本質係接受同欣賞，抱怨嘅本質係抗拒同否定。呢兩種心態完全唔能夠共存。我建議你每日睡前3樣嘢嚟感恩。
唔需要係大事，可以係今日個太陽好暖，今日杯咖啡好香，今日個陌生人對我笑咗。一開始你可能覺得好假，因為你習慣咗睇唔如意嘅嘢，但慢慢你會發現，當你開始以值得感恩嘅嘢，你會發現越嚟越多，你嘅心識開始由缺乏模式轉向豐盛模式，你嘅世界開始由灰暗轉向明亮。華嚴經入面講，心如工畫師，能畫諸世間。你嘅心就好似一個畫家，你畫咩，你嘅世界就係咩。如果你成日畫苦難、畫不公、畫怨恨，你嘅世界就係一幅地獄圖。但如果你開始畫感恩、畫慈悲、畫希望，你嘅世界就會變成天堂。呢個轉變由你條舌頭開始，由你每日講嘅嘢開始。講到呢度，我諗你對5種口業、兩舌、惡口、妄語、疑語、抱怨已經有咗比較全面嘅理解。但理解歸理解，知道同做到之間仲隔住一條好闊嘅鴻溝。好，我哋嚟到最後一章。前4章我哋講咗5種口業嘅原理同危害。今章我會帶你探討點樣喺日常生活入面實際修行善護口業，將呢啲古老智慧轉化成可以即刻用嘅方法。但係我要先講清楚，修行從來唔係一件容易嘅事，尤其係口業，因為講嘢實在太方便、太習慣，方便到你可能完全唔覺得自己喺度做業。所以以下嘅方法需要你持之以恆，日復一日咁練習，先至會見到效果。第一個方法叫做舌頭嘅3分鐘冷靜期。咩意思？即係當你有衝動想講一啲負面說話嗰陣，無論係想抱怨、想鬧人、想講是非、想吹水，強迫自己停3分鐘。呢3分鐘入面咩都唔好講，深呼吸，問自己3個問題。第一，我講呢句嘢係咪真實？第二，我講呢句嘢係咪有必要？第三，我講呢句嘢係咪出於慈悲？如果3個答案都係，你先至開口。如果有一個係唔係，就閂埋把口。你可能會覺得3分鐘好長，尤其係喺爭論嘅現場，對方等緊你回應，你停3分鐘咪好尷尬。但你要明白，尷尬一陣好過後悔一世。好多時候我哋講咗啲傷人嘅說話，就係因為反應太快，情緒上腦，完全冇經過大腦。3分鐘冷靜期就係俾你一個緩衝，俾你個情緒降溫，俾你個理智翻嚟。一開始會好難，因為你會覺得好唔自在，好似啲嘢塞住喉嚨咁。但慢慢你會發現，好多嘢真係唔需要講。以前你一日講1000句，而家可能只講500句，但質量完全唔同。以前500句係廢話，而家500句係金句。第二個方法叫做每日口業日記。每晚臨瞓前花5分鐘回顧今日講過嘅嘢，邊句係善語，邊句係惡語，邊句係實話，邊句係假話，邊句係有必要，邊句係多餘。唔使寫得好長，簡單記幾句就得。重點唔係記錄，而係覺察。當你開始覺察自己講嘢嘅模式，你就已經喺改變緊。你可能會驚訝咁發現，原來自己成日講咁多無意義嘅嘢，原來自己無意識之間講咗咁多負面嘅嘢。呢種驚訝本身就係改變嘅開始。我識過一個做生意嘅老闆，佢開始寫口業日記之後，發現自己每日平均講20句抱怨嘅說話，其中大部分係針對員工。佢以前完全唔覺得自己有咩問題，覺得自己只係要求嚴格。但當佢見到個數字，先開始反思，我係咪對人太苛刻？我嘅抱怨有冇真正幫到員工進步，定係只係滿足咗我自己發洩嘅慾望？
3個月之後，佢減少咗80%嘅抱怨，改為具體嘅建設性反饋。佢間公司嘅員工流失率下降咗40%，業績反而上升咗。佢話：我而家先明白，以前我以為自己係喺管理，其實係喺發洩。而家我係喺領導，兩者完全唔同。第3個方法叫做主動讚美。口業唔單止係唔做惡，更加係主動做善。當你減少咗負面說話，你會發現自己多咗好多語言空間。呢啲空間唔好浪費，用嚟讚美人、鼓勵人、感謝人。但讚美都要真誠，唔好為讚而讚，否則就變成另一種妄語。點樣先至真誠？要具體，唔好講你好叻，要講你今日嗰個提案。第3點嘅數據分析好仔細，幫我哋到咗盲點。具體嘅讚美令對方感受到你真係有留意，真係欣賞，而唔係客套。大智度論入面講，善語之人，其舌如蓮，能開人善根。你一句真誠嘅讚美，可能會點亮一個人成日嘅心情，可能會令一個原本想放棄嘅人重新振作，可能會喺一個人心中種下一粒善嘅種子，將來開花結果。呢種影響力遠遠超過你嘅想象，而且讚美嘅果報會直接返嚟你自己身上。當你習慣講善語，你會發現周圍嘅人都變得友善咗，因為你散發出嘅能量改變咗，你變成咗一個善語磁場，吸引同樣講善語嘅人。呢個就係因果嘅美妙之處，你發出咩就收到咩。第4個方法叫做靜默修行。每個禮拜揀一日，或者每日揀一個時段，完全唔講嘢，唔係啞，而係選擇唔講。呢個練習會令你深刻體會到，原來好多嘢真係唔需要語言，一個微笑，一個眼神，一個擁抱，有時候比千言萬語更加有力。而且靜默會令到你嘅內心變得敏銳，你會開始聽到以前聽唔到嘅聲音，風聲、鳥聲，自己心跳嘅聲音。你會開始見到以前見唔到嘅畫面，陽光穿過樹葉嘅紋理，路人眼中嘅疲憊，自己情緒嘅起伏。靜默唔係空虛，而係豐盛。佢俾你一個機會去重新認識呢個世界，同埋認識你自己。有個禪宗故事好發人心醒。話說有位禪師，佢個徒弟問佢：師父，點樣先至可以修成正果？禪師唔回答，只係指住自己把口，然後閂埋。徒弟唔明，再問，禪師又指住把口，又閂埋。如是者3次，徒弟終於明白，師父想講嘅係修行由閂嘴開始，唔係永遠唔講，而係學識喺適當嘅時候閂嘴。呢個適當就係智慧。第5個方法，亦係最終極嘅方法，叫做轉念。口業嘅根源係心，如果心唔轉，口點都轉唔到。所以你要從根本入手，改變你嘅思維模式。點轉？每當你想講負面說話嗰陣，問自己：如果呢句話我唔講，會有咩後果？通常答案係冇咩後果。好多時候我哋以為自己唔講會死，其實唔講反而更好。跟住再問：如果我講咗，會有咩後果？通常你會發現後果遠遠超過你預期，可能傷害一段關係，可能種下一個惡因，可能燒光你嘅福報。更加深層嘅轉念係將我轉化成我們。當你講嘢嘅時候，唔好淨係諗我點樣先至舒服，要諗我講呢句嘢對方會點感受。當你開始將別人嘅感受納入考量，你嘅語言自然會變得溫和，變得體諒，變得慈悲。呢個就係同體大悲嘅實踐，將對方當成自己一樣去愛護。你自然唔忍心講傷害佢嘅說話。講到呢度，我諗帶你翻去呢集片嘅主題，一句怨言足以燒光3世福報。你而家應該明白呢句話唔係誇張，而係因果嘅真實寫照。
你每一句抱怨都係喺消耗你過去積落嚟嘅善因，你每一句惡口都係喺種下將來要還嘅惡果，你每一句兩舌都係喺破壞人與人之間嘅信任，你每一句妄語都係喺遠離你真實嘅自己，你每一句耳語都係喺浪費你寶貴嘅生命。但同時，你每一句善語都係喺積累福報，你每一句真話都係喺接近你真實嘅自性，你每一句讚美都係喺點亮別人嘅生命，你每一句感恩都係喺轉化你嘅世界。口業嘅力量可以毀滅，亦都可以建設，關鍵在於你點揀。佛家講善護口業，不譏他過，呢8個字價值千金。善護即係好好保護，好似保護你眼睛咁，保護你條舌頭。不譏即係唔嘲笑、唔指責、唔批評別人嘅過失，因為你點知你今日嘲笑嘅人會唔會係你前世嘅恩人？你點知你今日指責嘅事會唔會係你來世要經歷嘅功課？喺因果面前，我哋所有人都係學生，都係過客，都冇資格扮法官。最後，我想用一個故事嚟總結今日嘅內容。話說古印度有一位國王，佢成日覺得自己好唔快樂，於是派人去傳國王最快樂嘅人將佢嘅衫帶翻嚟，話只要聞到最快樂嘅人嘅衫，自己就會快樂。使者扯咗好耐唔到，因為有錢人擔心失去財富，窮人擔心餓死，大臣擔心失勢，冇一個真正快樂。最後，使者喺河邊見到一位禪師，佢坐喺度，面帶微笑，寧靜安詳。使者好興奮，走過去話：大師，請你俾件衫，我國王需要佢。禪師張開眼，微笑住話：我冇衫。使者驚訝：你冇衫，咁你點解咁快樂？禪師講：因為我冇嘢需要隱瞞，冇嘢需要抱怨，冇嘢需要吹噓。我講嘅每一句話都係真實，都係善意，都係必要。當你嘅口業清淨，你嘅心就清淨。當你嘅心清淨，快樂就自然出現。呢個故事講嘅就係口業嘅終極奧秘。你唔需要擁有好多嘢先至可以快樂，你只需要擁有一張清淨嘅嘴，一顆清淨嘅心。當你開始善護口業，你會發現，原來最快樂嘅人唔係擁有最多嘅人，而係需要最少嘅人，最少嘅抱怨，最少嘅虛偽，最少嘅廢話，最少嘅傷害。今日呢集內容，如果有一個觀念觸動到你，我希望你由今日開始，由呢一刻開始，留意自己講嘅每一句話，唔好再將口業當成小事，因為佢係你命運嘅關鍵。你條舌頭可以係燒光福報嘅火把，亦都可以係點亮世界嘅明燈，揀權喺你手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有價值，請將佢分享俾你身邊需要聽到嘅人。可能你嘅一個分享就可以阻止一場因言語而起嘅災難，就可以拯救一個被口業困住嘅靈魂。你嘅善語本身就係最大嘅法布施。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感悟或者故事。你曾經因為一句說話而後悔嗎？你曾經因為一句善語而改變嗎？你嘅經歷可能會幫到另一個正喺度掙扎嘅人。願我哋都能夠善護口業，用清淨嘅語言過清淨嘅人生，積清淨嘅福報。最後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：如果由今日開始，你嘅每一句話都會變成現實，你會點樣講嘢？呢個問題值得你諗一諗。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，願你口吐蓮花，心開智慧。我哋下一集因緣成熟，再見。